特朗普政府喺星期二宣布同密蘇里州達成一項擬議嘅和解協議，正式結束拜登時期嘅一項學生貸款計劃。根據美國教育部嘅公告，仍然參與拜登執政時期嘅 SAFE 計劃嘅學生貸款借款人需要選擇新嘅還款方案。自2月份以嚟，成個 SAFE 計劃因第8巡迴上訴法院嘅裁決而受到阻礙。港法院支持共和黨領導州嘅立場，主張拜登總統冇權力實施該學生貸款減免計劃。截至7月，教育部已經確認超過760萬借款人喺 SAFE 計劃中處於延期還款狀態。據悉，擬議嘅和解方案將會撤銷針對 SAFE 計劃嘅訴訟，同時教育部同意唔再俾任何新借款人加入，且將所有目前參加該計劃嘅借款人轉入合法還款計劃。根據國會研究服務局嘅統計，美國超過4200萬人背負學生貸款，未償還嘅債務總額超過1.6萬億元。天捷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